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客服 Mia。我們輸入 fansgurus.com 進入平台，進來之後呢，可以看到 fansgurus 平台的界面。平台右上角可以切換中英文或多國語言，大家依需求選擇適合自己的語言。界面選擇好語言後，往下拉是我們的登入位置。已經註冊的夥伴，直接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即可。還沒註冊的家人們，點擊下方的報名註冊，填寫你的資訊以及進行人機驗證，或直接使用 Google 信箱登入。我這邊是沒有註冊的，直接選擇 Google 信箱登入更便捷。各位家人等一下下，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平台內了。點擊左側導覽列服務，進入服務界面，接着點選 Instagram 圖示，進入 Instagram 服務界面，往下滑。我想為我的 Instagram 帳號增加粉絲，向下滑動，找到 Instagram 粉絲這一欄，找到後選擇你想要的一個服務，點選 View 按鈕，彈出建立訂單界面。我們點擊建立訂單，現在彈到新訂單這一欄，進入下單一界面。在下單一界面裏，第一步在連結處填寫你的 Instagram 用戶名。第二步，填寫你需要增加的粉絲數量。數量這裏要注意看最大值和最小值。填寫後，系統會自動計算價格。確認無誤後，點選提交訂單按鈕，系統就會自動開始執行咯。我們船可以去歷史任務中查看定潛狀態，已完成或者是未完成，或者是進行中。如果船有不懂的地方，可以在視頻簡介裏找到 TG 客服的聯繫方式。我已經把網站鏈接和 TG 中文頻道連接放在下方簡介中，方便大家查看。我們下期再見。